俾車唱嗰個而家點啊？仲喺醫院，普通交通意外啫。咁你知唔知邊個嚟㗎？唔知啊。喂，徐官，喂，聽講咧，蘇官咧都喺院長提名名單上邊喎。唉，可惜啊，最近啊，佢俾人爆出軌醜聞。唉，聽講佢想退選喎。如果係真嘅咧，就得返我同你兩個。因為早幾日咧，我見到有差人手你架車，好大陣仗喎，冇咩事啊？我咩同咪同你好熟嘅？哎呀，佢又唔應該啊！喺啲咁敏感嘅時間搞啲咁嘅小動作，大家咧對法院院長呢個品格期望好高嘅。我會尊重法院嘅決定。唉，有時真係高處不勝寒。我認為咧，做人穩穩陣陣好啲啊，要坐翻自己應該坐個位啊，咁就真係明智嘅選擇啦。七哥，阿雪嚟咗。七哥，阿雪，七哥，我求下你幫下我啊！你幫忙俾我見一見阿寶，佢哋唔俾我見。你咪請咗律師嘅啦咩？佢都冇辦法。咁老威啦，佢係阿寶表舅父，佢都幫唔到手啊！七哥，我求下你啊！睇在大家救街坊一場，你幫下我啊，好冇啊？七哥，阿寶一個人喺入邊，我好擔心佢啊！你幫下我啊，七哥。唉，我最怕女人嗌我噶啦。得啦，我入邊有啲兄弟，我盡量幫你疏通下，到時候你自己收翻啲茶錢啊！我識做噶啦，唔該晒七哥。阿寶，阿寶，媽，你點入嚟㗎？我塞咗啲錢俾佢哋，俾我哋傾10分鐘。邊度嚟嘅錢啊，媽？媽，錢你唔使擔心，不過媽，冇事嘅，你同我講咩事？媽，媽希望你認罪，多多幫下呢個屋企。阿婆，我哋冇權冇勢，冇得同人鬥㗎。我哋唔係認罪，係認命啊，阿婆。你老豆兩腳一伸，乜都冇留低。阿媽要病，如果你都坐埋監，你叫呢個屋企點樣撐落去？但係如果呢個監你唔係白坐，你可以幫呢個屋企揾邊條生路可以行？細佬今次考第1啊！老師同我講，
佢好有希望可以去到更加好嘅學校。你個妹都係，如果有份錢，阿媽個糖尿病都可以醫，可以買胰島素。阿媽對你唔住啊，仔。為何是一？就如烈火燒光每個殼能過，我餘力去追問，心跌痕在心，伴隨熱火追失去，不知火燒翻過如一，埋沒對錯，隔不遠。心難被煙花，隨鬥陣光與暗，察覺相近，遮蓋是非想，被良善責問，是誰斷情不於正義，而遺憾得放肆，自問自答參不透眼前，望着平靜人言，但我是你啲，退到腳邊心軟靜注視。為何在沉默不可以，回頭路剎不住，臨入命理空更詫異。漫長路建立好日已暗知，淡忘內心在淌血。望着永定，但我是你啲。退到腳邊心軟靜注視，為何在沉默不可以，回頭剎不住，臨入命理空更詫異。漫長路建立好日已暗知，淡忘內心在淌血。